检察院讲，陈局中方已经断伊要4个月咯。昨有网友伫 PTT 问讲，陈局敢亲像已经过往咯？消息传出哦，高雄医学大海是摆回讲这是假消息。警方嘛随着找到这发文的人，嘛以社会法来上班。 警察将女网友带转去分局，因为伊是日暗时伫 PTT 发文，以提问方式讲监察院长陈局疑似过往的网友。发文了后引起讨论，负责治疗的高医接到通报，赶紧表示这毋是事实。确认清楚再发言，对大家都会比较好了。诅咒人生命的谣言非常可恶且缺德，感谢警方快速抓到造谣者，祝福陈局院长健康。 看到做过高雄市长的陈局洪造谣，互高雄出身的立委感觉真失德。根据了解，陈局去年底因为脑血管塌的等问题，带入去高医治疗大约4个多月。院方之前捌伫家属同意下公布陈局目前复健状况稳定，而且一直进步当中。已经强调网络谣言毋是事实。该则贴文未经证实及转发散播不实讯息。 本文局收获之后，立即以刑警大队、科侦队组成专案小组侦办，火速于4小时内将贴文者陈女来查获到案。警方伫4点钟来找到发文的单性女网友，专案会以社会法，而且高雄地院简易庭裁处，嘛提醒民众毋通转发来源不明，也是无经过证实的消息，以免违法。公司新闻单元有柯正俊、民调。